哇！原來三高同埋缺乏運動會增加患上心臟病嘅風險㗎，死啦！我之前份健康報告話我三高都齊晒，我又唔做運動，我咪會有心臟病。唔使驚住，根據世衛指引，每個禮拜最少進行150分鐘中等強度體能運動嘅人，患上心血管疾病嘅風險最多可以降低38%嘅。等我教你幾個由低強度到中強度嘅簡單護心運動啦。呢啲運動都唔需要工具，隨時隨地都可以做。熒幕前嘅你哋都可以同我哋一齊做㗎。雙手舉高指向天，趌高腳，3組每組15下。左右腳交替抬高至90度，做3組每組15下。向下蹲，雙手指向前，做3組每組15下。注意膝頭哥不要彎曲超過腳趾。Harry， 你放工點樣返屋企啊？我搭兩個站巴士咁返到屋企啦。咁近，不如我哋一齊行返去啦，行多啲仲對心臟健康啲添。好啊。喂 ，Harry， 你今晚點咩做啊？打機。有打機，不如食完飯一齊落樓下公園做 HIIT 減壓肥做下運動啦。好啊。開合跳20下一組，踢臀部20下一組，90度抬腿跑20下一組。階段1每日3組，階段2每日5組，階段3每日7組。